一個周界是2米的菱形，被切割成4個相等的平行四邊形，然後把它們組合成另一個平行四邊形。新的平行四邊形嘅周界最大可能值係幾多厘米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Math Concept 嘅 Kyle Sir， 今日會同大家講一講2025年 Math Conceptation 入邊最少人答得啱嗰5條題目。咁我哋首先望一望第32條先，只有 0.7% 嘅小朋友係答得啱嘅啫。咁呢一題好明顯就係講緊周界嘅問題。我哋先畫一個菱形先，菱形嘅特徵係4條邊都係相等。OK， 咁我哋會周界為2米，所以我哋每一條邊會係50厘米。然後我哋切割成為4個相同的平行四邊形。我哋可以嘅係左至右切，或者右至左去切。咁我就揀一個啦，喺右至左去切，切3刀變成1、2、3、4部分。4個相同嘅平行四邊形，50除以4，換言之，一條邊就會係12.5厘米。我哋發覺咗要將佢哋4個重新組合變成一個最大周界。咁呢，我哋將4個圖形貼埋嘅時候，必須有3條邊係貼住嘅，有3條邊係貼住。我哋本身而家嘅圖形，我哋用咗50厘米嗰條邊去貼住。我要最大可能值，換言之，我要揀最短嘅邊去貼合，所以我哋會揀12.5厘米嘅邊去貼合。咁我哋望一望呢幅圖，我哋一樣都係3個貼合位喺黃色位置，我哋換取嘅係冇咗3個嘅12.5，而保留返剩低嘅50厘米，所以我哋會有8個嘅50厘米。再加返2個短嘅邊，2個嘅12.5，得出嚟答案就係425厘米。咁32條就係咁樣去解㗎啦。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嘅奧數比賽題目，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。